鐵仔今日生日，喺中環站與市民見面。鐵仔今日扮演成貓店長，喺中環站 J 出口與市民見面。佢做出3個招牌動作。沿途亦有市民同佢合照。鐵仔出嚟一段時間之後，就返咗休息室休息。見唔到鐵仔唔緊要，仲可以睇貓店長攝影展。攝影展於中環站 J 出口港鐵藝術展廊舉行，6月30日結束。貓店長鐵仔下一次出嚟嘅時間係3月22日下午3時至5時。唐氏新聞台記者多拉 B 夢報導。